菜橋鳥試試看。唔講你苗講，爭講你苗談。今日叫熱刺叫過北去潛水，等用人愛過北去，一定愛過太橋。太橋通常到咗一旦落雨嘅時候，就會前面會就困到東西，所以今日叫熱刺叫救亡也塞路。到時岸邊就得安排安全嘅落去，然後咧。到視察過太橋嘅人呢，就會感覺到好，會看到好神奇嘅東西。到雙人橋嘅時候，看到個摩托竟然係倒人進來嘅，翻到方向行緊來嘅，哇！所以上人奇怪喎，做乜咁樣？然後結果喺查試下向喺隻橋中間度行，差唔多喺兜中間攤行咧，差唔多要面嘅時候咧，哇！夢喺兜曬，叫伊迄原來喺向嘅機邊上來，哇！真係神奇！有卡喺老年家都感覺到好，哇！做乜咁樣咧？冇看到嗰種情形。不過也唔是講啦，單用好安全咧，你都也唔有對人家係好聰明咧，就也唔有捉到那啲人咧，所以好這陣年都會好安心咩去到北海，然後去到北海嘅，到就去嘅單用救亡也最出名嘅東西。之一，也就係北海嘅島務宮。呢度即講喺集中係等用嗰度最多嗰度祭點祭檔，都隨晒佢擺檔賣嘅。年年即講係要200、300啦，當佢擺嘅。即講係就好出名、好全世界都知嘅東西。王牌都黃嘅檔口。然後咧，件東西就講喺在單用一道行潛到啊，有時候也真係神奇。然後咧，今年咧就學識啲 SOP 做唔落，也真要技術啊，當開啦。不過也冇算，因為開通通都係賣好食嘅東西。哇！這齋是槍到、公鳩到，哎呦，真係難嘅。接下來。看嚟就是交朋友看嚟啦，唔可以講安多了啦，要多安多了啦，先意思先啦，你弄下，OK，再見。好啦，見下我哋來看嘅買啦，啲樣咧就係雲吞麵咯，有龜甲哦，嘅蝦咖喱卜咯，咖喱 puff，嘅啦蝦麥雞嘅只蝦，啲位炸嘅納西lemak咯。哇，hanya sa nasi kandang dan papadang mo kami. Chay羊啊，在隔壁，記得係咪？記得菜龜辣好食。哇，記得金瓜喎，啲波金瓜好睇劈啊！老闆講金瓜是嚟金，好一條又好啊，對身體嘅皮質哇，齋皮質真係非常食。你冬陰啊、ham啊，又係羊啊呢樣。好食咯，人哋攞手齋飯、齋菇咁樣咯，就係咁樣啦。中意發就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哦，多謝你的支持同埋你的注意哦，拜拜。